由華潤置地及保利置業發展位於啟德跑道城富里2號嘅雲景，發展商近日推售貨尾，雲景提供582伙，戶型涵蓋1房至4房，臨海地段以及坐擁千億基建，大部分嘅單位都望到開揚海景。項目基座設有零售樓面，附近設有全新嘅大型商場 Airside， 緊接啟德雙子匯亦都會喺今年開幕。毗鄰多個休憩公園，包括都會公園、啟德空中花園、啟德跑道公園等等。項目嘅外圍設有海濱長廊，環境舒適又優美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參觀下示範單位。首先參觀以1座28樓 A 室為藍本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2088尺，屬於4房3套間隔。坐擁私人電梯大堂，私隱度極高，玄關位放置凳同埋入場鞋櫃。入棟屋入邊設有嵌入式嘅玻璃飾櫃，可以放置外出用品以及衣服。下飯廳超級寬敞，超過400尺，開側方正，而且空間感十足，做到客飯廳分明，可以擺放大型家具。外連特大露台，同客廳一樣咁闊，將窗外嘅景色引入房內。大門嘅另外一邊就係前廳嘅位置，擺放咗洗衣機同乾衣機，亦都可以用作儲物空間。連接工人房，單位以雙廚房設計，廚房空間寬敞，3面工作台面，配備各種名牌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焗爐、洗碗碟機、真空包裝機、咖啡機同埋雙門雪櫃等等。另設開放式廚房，可以打造小酒吧區，連接飯廳，方便招呼親朋好友。配備酒櫃同埋凍杯機等等。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浴室以企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。另外設有2間套房，分別位於走廊嘅左右邊。呢間套房內連工作平台，套廁就以浴缸設計。另外一間套房設有落地大玻璃窗，可以望到開揚景觀，空間寬敞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套廁同樣都係以浴缸設計。走廊嘅盡頭就係主人房，空間極寬敞，以長形開側，可以擺放到 king size 雙人床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仲可以放置1列大衣櫃同埋梳妝台。設 L 型落地大玻璃窗，將窗外嘅景色收進眼簾。主人房套廁以雙洗手盆設計，除咗設有浴缸之外，亦都有獨立嘅淋浴空間。然後我哋參觀以8座28樓 B 室無改動嘅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1187尺，屬於3房1套間隔，設有私人電梯大堂，大大咁提升住戶嘅私隱度。子母門設計極具氣派。一入門口嘅右邊就係廚房同埋工作間。廚房兩面嘅工作台面，大量嘅收納空間，設有各種名牌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酒櫃、洗衣乾衣機、洗碗碟機同埋雪櫃等等。連接工作平台，多個空間可以晾曬衣服。工作間連洗手間亦都可以用作工人房。客飯廳以長形開側，寬敞又方正，可以做到客飯廳分明，可以放置大型家具，外連大露台，同客廳同闊。客飯廳嘅一角設有浴室同睡房，睡房開側方正，設有角窗，大大提升房間內採光度。浴室以企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。另外一間睡房空間寬敞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主人房以長形開側，擺放到雙人大床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另外設有衣帽間嘅位置，可以放到1列衣櫃。主人房套廁分別設有浴缸同埋企缸。再嚟我哋參觀5座28樓 A 室，實用面積903尺，屬於3房1套連儲物室間隔。
一入門口嘅玄關位置設有一個嵌入式嘅鞋櫃同埋收納櫃，鞋櫃內設有旋轉鞋架，令到收納更加便利。玄關嘅右邊係浴室，以企缸設計，穿過玄關位置就係廚房，長形工作台面，另外一邊就係收納櫃嘅位置。配備各種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、酒櫃同埋雪櫃等等，連工作平台。下飯廳以長形開側，不設走廊位，令到整體空間感更加實用，做到下飯廳分明。外連大露台，兩間睡房分別分佈於下飯廳嘅對角位，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另外一間睡房設有 L 型角窗，增加房內嘅採光度。儲物室亦都設有窗戶，可以用作工人房。主人房長形開側，可以擺放到雙人床，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，亦都有空間可以放置大衣櫃。主人房套廁以浴缸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。最後，我哋參觀3B 座28樓 C 室，實用面積568尺，屬於兩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入門嘅左邊設有嵌入式嘅鞋櫃同埋收納櫃，一樣都有旋轉鞋架，方便收納。旁邊就係儲物室。大門嘅另外一邊就係開放式廚房 ，L 型嘅工作台面，配備各種名牌家電，包括雪櫃、煮食爐、酒櫃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，設備齊全。下飯廳間隔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。外連露台，浴室以浴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，收納空間充足。睡房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，間隔方正。主人房以長形開側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埋一列衣櫃。外連工作平台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